今仔日是牵涉到我甲政府，一般来讲会较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一定爱的啦。好不容易咱行到今嘛，咱讲啥物拢会当，所以一般来讲是爱上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的言论的自由。花白开讲，法律讲互白用台语 ，OK？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法白开讲，我是阿优，来欢迎今日的来宾秀敏。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秀妹，我是秀敏。秀敏你好，因为即马是网络时代，大家生活最大的部分拢是咧社群平台，咧吸收咱的资讯，也是讲家己的想法写伫顶悬。这个时阵定咱伫顶悬会看到一种文章，或者做梦的文章，像讲伊伫头起身，伊就会写讲。我有梦到什么代志，这个内容可能是一寡有争议的，也是讲爆料，像这种物件，伊内底敢算是一种咱保护的言论自由。一般来讲，咱会看到足侪即款我伫咧做眠梦后写的做梦文啊，其实有当时拢是因为伊惊许人告。对，嘛有可能是因为权力之间无对等、无平等，所以感觉我爱用这款方式，我才会当甲我家己经验的代志讲出来。所以会讲是我家己收到的，是我眠梦梦到的，毋是真实的，也是安怎？其实这当然嘛算讲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啦。毋过假使讲你写的内底的内容，就明显会互人知影你伫咧写啥物人，写啥物代志，就明显的。这个时阵。嘛袂当讲全部拢是我伫咧眠梦，我家己想的，就无责任。也是爱看你到底是写啥，你写的到底是毋是事实，也是讲是你家己，至少你家己认为是事实的部分。对，所以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毋过，若是爱有责任，就爱详细咱去了解，到底即马法律上针对诽谤罪、诽谤罪，也是针对公然的侮辱、公然侮辱，这款的罪到底是安怎判断的？哦，了解。所以若是讲我梦到的内容，我是有证据的，是真正的，这就较无问题。啊，若准讲今日我写的是一寡假的消息，包装伫这个内底，安尼我有需要负责啥物法律顶悬的责任？像形式，大家了解到的就是诽谤罪嘛。诽谤罪牵涉的就是讲，我今仔日是讲一个甲事实有关系的代志，就亲像我是讲你偷摕别人物件，你做啥物歹代志这款的。啊，公然的侮辱，伊讲的是，算讲是我的意见，我感觉你无好，亲像我讲你是笨傻、低高不如这款话，这种就是公然的侮辱。了解。不过，假使讲。今仔日你伫咧发表的代志，其实是一个公务的代志，特别是迄款可受公平之事。这个时阵，当会认为讲你的言论的自由，咱爱较保障。你伫咧监督这个政府，也是监督一个公务的人员。所以只要你认为你家己写的迄当阵，你为你家己的角度想，你有合理的，你嘛有查证，你有去证明，你有一定的证据，就算讲你上尾写的毋是真的，司法调查。感觉会无证据证明是真的，毋过假使讲为你的角度来看你的证据，会使小可证明知影你迄当阵真正是感觉是真的，你才会写。这个时阵你嘛袂有诽谤罪这款的法律的责任。了解。这是针对诽谤罪。哦，安尼所以听起来诽谤罪，伊是你咧讲的时阵，你有甲一件代志讲出来。啊，毋过若是公然侮辱，有可能伊连什么代志拢无讲，就是甲你骂。这种就较像是侮辱的部分。哦，啊，若是安尼，敢有相关的一寡例，当甲大家分享一下。前一阵啊，大家应该拢有注意到，伫咧名册也是说，拢有足侪人伫咧发表，伊有可能真正有互人性骚扰的部分，就是咱会讲 Me Too 的事件。是安怎咱会鼓励，也是讲咱会讲 Me Too 最重要，是因为伊可能无遐尼侪证据，也是伊的权力地位就是无平等，伊无法度去司法来解决，所以才会甲伊写出来，要提醒其他的人，对，爱说字。毋过嘛会常常发现，我家己的经验讲出来是有可能写到的迄个人，迄件代志，就明显的，你知影伊写的迄个人，有可能就会甲伊告。因为伊会讲，你讲的是假的，所以会讲你妨害到伊的名誉权。OK， 伊会甲伊告。嘛有可能是民事的，就是名誉权的赔偿；嘛有可能是刑事的，就是讲你诽谤伊的名声，造成伊的人格尊严有啥物迫害。这个时阵，其实出来发声的人，伊就有压力，因为伊是想要写出来，不过假使伊。颠倒变做被告，要安怎？所以伊就必须要提出证明是，这是我家己的经验，而且我有证据。就算讲我无法度证明这件代志真正有
发生，不过我至少会当证明，为我的角度来看，我会当知影这件代志有发生，就是互一般的人合理上知影哦，你毋是挑工要讲假的消息。这个时阵，你就无一定会成立这款的诽谤罪。好，我讲到这真正是一个足困难、足歹处理的部分。除了这，其实咱日常生活佫会拄到另外一个会受到言论自由的，就是讲像讲，咱即马拢会买物件，啊，就是下骹留话讲我这个产品我感觉安那安那，还是讲 Google Map 对店家的一寡评论。这个部分，若是我提出一寡较负面的评论，也是讲我有写到讲这个产品的缺点，若是去互要求讲，你安尼讲无合理，叫我甲伊汰掉，这敢有违反到我家己的言论自由？其实是有的哦，因为基本上若是你真正有用迄个服务，你真正有买迄个物件，然后你是根据你家己的经验，家己真正感觉无好食、无好用，所以你留话，甲伊讲啊，真正这个产品无好啊，头家服务态度无好，其实拢伫咧合理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底，就亲像咱头拄仔讲的，诽谤罪爱成立，是爱你讲的是假的。哦。不过假使讲你讲的就是真实的，我真正有发生的，就无代志。啊，另外一个公然侮辱的部分，就是讲，假使讲你嘛无甲头家骂，你毋是骂伊啥物低高不如，你无侮辱到伊。这个人对人格，你无人身的攻击，你干那是讲伊的服务态度无好，假使讲是这个部分，伊嘛袂成立公然侮辱罪。哦，所以讲其实嘛是爱提醒大家讲，就是我感觉是用词顶悬，你爱做注意的，就是你咧讲代志就是讲代志，安尼莫去干涉到人身的攻击，对，安尼较袂有问题。对。啊，上尾啊，想要问讲吼，咱人甲人人民之间的这个言论自由，甲咱人民对政府之间的批评的这种言论自由，敢有啥物无共所在？因为头拄仔咱讲的拢是人民之间嘛，就是讲我有我言论自由，不过你嘛会当讲你有你的名誉的权利，你无法度去攻击我，这是人甲人之间。不过假使讲今仔日是牵涉到我甲政府、人民甲政府，其实一般来讲会较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一定爱的啦，因为政府本来就是咱要去监督伊，伊要去看伊到底是做了好还是唔好，就亲像媒体咱会讲伊有第四权安尼的权利，所以假使讲是人民，特别是伫咧台湾，咱就是有经历过威权的统治的时代嘛，迄个时阵就是政府一直伫咧限制你的言论的自由。好不容易咱行到今嘛，咱讲啥物拢会当，讲啥物政治啊，讲啥物家己的代志，政府倒位做了无好拢会当，所以一般来讲是爱上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的言论的自由。不过假使讲你有放送到假消息，而且是知影你就是挑工的，知影你就是家己嘛无查证就凊彩讲，嘛有可能还是会牵涉到后面的责任。啊，即马其实咱的国家的法律其实嘛有你袂当凊彩侮辱公务人员，也是你袂当凊彩放送假消息。其实讲有规定啦，不过上大的程度也是基本上爱先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哦，了解。所以其实咧，尤其是咧面对政府的时阵，这个权利特别重要。对，因为即摆咱佫看到一个全世界佫有其他的国家是无法度有这种权利的。对，所以伊袂当像咱咧凊彩骂总统安那，什么人安那。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不过咱大家嘛爱尊重家己讲出来的话。对，我感觉讲话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咱会当希望讲规个社会拢有这个意识，就是咱讲出来的话，毋是刁工要去伤害别人。安尼咱的社会才会当愈来愈好，要讨论的代志才真正会当进步。好，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你若是对阮这集的内容吼有啥物意见嘛，欢迎用你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来你下骹留的甲阮讲。啊，你若有喜欢阮的节目，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看，甲阮取赞佮有订阮的频道哦。安尼，咱后集再会，多谢大家，多谢。前面的闲聊，看你想不想聊？看我就做到之前，无一定有这个禁锢，外面那保护开始。哦，因为这就很难，这就是 Me Too 本身事件的难。对。